愛比皇家橡樹系列打磨翻新前後對比 18K 玫瑰金表殼打磨前後差異，打磨前表耳表帶有明顯劃痕、凹陷，打磨後劃痕、凹陷完全修復，表面平滑，原廠拉絲紋模糊、變亂、斷紋、邊角變鈍，稜角不明顯，表觀計時按鈕模整體感覺殘舊唔夠銳利，還原原廠雙面工藝，拉絲位紋路同一方向，密度一致，銳利，表絹位高光通透，邊角鋒利，不純圓，表觀按鈕光復原，整體重回全新銳利感。328鐘錶維修中心憑借20多年累積的經驗，在不同牌子手錶維修方面頗具造詣。老師傅在這行業紮根多年，經手過百達翡麗、勞力士、歐米茄等各大品牌手錶的維修，從基礎的抹油保養到更換陀芯、把芯、玻璃等零件，再到復修計時功能、油絲擺、處理手錶翻新打磨、復修錶面等。若你有手錶維修需求，不妨將外表交予我們，體驗專業的維修服務。